殿下师姐，听说师傅生病了。他吃药了吗？吃了，上次你们的粮食都吃了吧？吃了。刚开始不让吃，后来又让吃了。不过师傅他自己不吃。赶紧把这些拿进去吧。谢谢师姐。这不是肋下吗？你来看师傅啊？你这香水都可以杀蚊子了。唉，日本货，最适合东亚女性。来，是我的朋友从东京帮我带来的，下次送你一瓶哦。你就自己留着吧。你来干什么？当然是来看师傅了，找他有事。走吧。见到老朋友，心情真好。师傅，我现在才觉得我学的太少了，真后悔离开你。我想来跟你借戏本，回去用心钻研。一呢，可以提升自己的记忆；二呢，可以疗慰对师傅的想念。你要借戏本呢？还有行头，反正你们也不开戏了，不如把行头和戏本都借给我。我这位日本朋友，他可以疏通宪兵报道部的审查。你有这么大的本事，自己演呗，谁也拦不住。唱了这么多年的戏了，当然知道戏本才是一戏之本。可是我现在又没钱请开戏师爷写，只好跟你借咱们戏班的存货了。没有，是没有还是不想给啊？不想给。可是我的这位日本朋友很想听我唱戏的，不给不好吧？没有什么不好的。好不好，不是师傅说了算。那谁说了算？你吗，尹灵芝？你算什么东西？切！带着个日本人来抢师傅东西，你是欺师灭祖！你来，哎，华光祖师爷面前放开我！你不要碰我！别人会不会对你天打五雷轰？好，陈立夏，我告诉你，你注意你的分寸，别以为我怕你。那我就打到你怕！带着个日本人来狗仗人势，不是狗仗狗势！陈立夏，你有点过分了！你别以为你认识那个阮非洲，我就怕你！你无耻！趁着师傅生病就来逼宫，你良心被狗啃了你！怎么样？不服气我们就斗一场，文的武的我全接着。是台上比开唱，还是台下约打？我两个哥哥，我怕打不死你。行了，我懒得跟你说。师傅，我本以为唱戏的人比普通的人活得通透，可你怎么偏偏就活不明白呢？师傅，你以为我是来跟你借行头和戏本的吗？我是来救你的。走。师傅。你说你，活该，也有今天，可惜了，那刀上没抹蛇毒啊！你要再废话，这顿饭你请。前几天是一傻东西，炒我泼热水，现在好了，居然动了刀子了。这过几天是不是得动枪了？哎呦，我得学学你啊，看这排场，得多招几个人手。咱俩是一路人，天怒人怨，那是人人想诛之。
在这广州城里头，我就你一仇人。别废话了，到底想不想知道是谁想杀你？哎，如果是邝景奎的队伍，你敢登上啊？要是要钱，你就说想要钱，哪有那么多废话？来，没法币和港币啊？没处弄去，爱要不要？喝完这杯，我得走了啊。来。哎呦呦呦，谢谢谢谢啊！记住了，以后吃增城的菜心比他们日本的好吃多了。好，再见。粗鲁。张金嘴。哎呦，吴老板。哎呦，那合适吗？哎呀，合适合适。走了。你们慢用。哎，别，走。你不是见识广吗？说到啊。那方便吗？方便。好，你们随意啊，你们随意啊。吃鱼生呢，鱼生好啊，鱼生好。但是，论食鱼生，广府才是专家呀，尤其是顺德。桑基鱼塘多，到了冬至清鱼塘的时节啊，取鲩鱼薄切，佐以萝卜丝、红椒丝、葱白丝、香茅叶丝、橘树叶丝，加盐调味，再加上馓子、麻花，还有薄脆，同时非日本鱼生，可望向北也。杨成竹之词有云啊：“冬至鱼生处处同，鲜鱼鸾切玉玲珑。一杯热酒聊消冷，犹是前朝10块风啊！”来，请。其实明朝啊也有关于鱼生的记载，薄切如丝，以萝卜细剁，不扭做汁，姜丝少许。拌鱼块入碟，醋生香菜、胡荽啊，以芥辣醋浇。所以说呀，用萝卜汁配鱼丝，它是有道理的。为什么呢？萝卜最去腥味，沿海多产腥物，必用萝卜入馔。要说日本也用萝卜丝，我估计应该是从中国学去的。从中国学的，谭铁嘴，你就吹吧啊！对呀，是啊，这怎么能是吹呢？哎，请吧。好，慢用。等一下，我还真不是吹。若论鱼生的历史，可以追溯到秦朝。请早啊！吃吧。来了，瞎吃胡吃。谭先生，怎么了，阿坤？陈老板给的。
最近你往广州跑得够勤的。那也是我们的仗打得好，我们的战果啊，极大的鼓舞了城里的百姓，很支持我们，筹集物资更方便了。毁了后勤站的叛徒，必须得死。这事儿你不用管了，我另外派人去。我可以。别以为在野外放了几枪就能杀人了，打没打着还不一定呢。何况是面对面的去杀人，是楚坚。我说的是面对面，他的血会喷到你脸上，热的、腥的，有铁锈味儿，你行吗？你不行，我带几个人去。带人多了容易暴露，人少了呢又办不成事儿。就踏踏实实的把粮食给我带回来，不要在我面前显摆你们共产党能干，咱们都成一家人了，没必要。我量力而行。部隊は交渉中外でよく遊撃隊に襲われる。要塞部隊は町伏せを受けて領職を奪われた。領職輸送部隊は場外で襲撃され、本来私たち憲兵隊の管轄範囲内ではないが、しかし奴ら毎回の行動はほとんど迅速に場内でビラ、スローガン、いわゆる戦法、乱歩を派遣することができ、皇軍へのイメージを壊した。これらを解決するのは我らの任務だ。憲兵補部。はい。印刷長はお前の部門で管理しているだよな。はい。だからビラ、スローガン、戦法を全部止めることをできるだよな。はい。方法を考えます。うん。1个月，查了300多家印刷厂，家家都说自己不是共产党，家家都说只是接单做生意。这共产党的生意，就这么好做吗？要我说呀，他们可能还真是做生意。你看印的这些东西，戏院的戏飞，菜馆的菜单和贴墙的广告，还有这个，天黄黄，地黄黄，我家有个夜哭郎。步步君子念一念，一晚睡到大天光。要我说，还是因为这些东西太便宜了，谁都能凑点钱买一套，就号称自己是个印刷厂。那怎么办？他们不知道印这些传单要受惩罚吗？知道，可是看着这些钱不赚难受啊。那就不能怪我了。枪毙，把这些东西都烧了。哎，我心里憋得慌。要不然去看医生，广州所有的名医我都认识。我憋得慌是因为无奈、无力。明明已经杀了很多人，立了很多规矩，可是反抗我们的人还是层出不穷，我很苦恼。还是因为他们太贱，放着好日子不过，活该枪毙。明明已经有了很大权力，可是还是不能为所欲为，我很困惑。别困惑呀，要是不嫌弃的话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那个地方能让男人随心所欲，为所欲为，能解决一切的苦恼和困惑。
阮主任，今天还走吗？哎，不走就一起住这里了啊。看到太君，为什么不鞠躬？鞠躬！这个。掌柜，这个还有这个，我都要，帮我包一下。我在那边挑一挑。好的。上次转移陈令下行动失败，是我操之过急了，我承担所有责任。以后再寻找机会吧。这次的给养，我会都装在船上，你和船一起带走。路过广州水面不要停，锄奸行动同时开始，造成骚乱，引开江面一带的警戒。邝庆奎说，他来安排锄奸，没必要。不要小看我在广州的力量，锄奸足够了。说起来，还要感谢当年在佛山的陈义清、谢大雪同志，是他们用牺牲保留了革命的火种。我们那一批被陈玉清夫妇转移的地下党员有40多名，这些年，他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小姐，对烈士的子女要加倍的爱护，不让他们辜负了父母的期望啊！你是说陈家的老大陈山河吗？是。他加入了日本人控制的行业协会，这些年做了很多不光彩的事情，民众们的反应很不好。你和他是旧相识，你要好好的规劝他。我让先烈们在九泉之下寒心呢。如果他一门心思的当汉奸，不姑息，才是对烈士最好的告慰。知道了。要刺杀你的，不是我们的人。那就是我树大招风，真被人当成汉奸要除掉了。是汉奸，就人人得而诛之。我知道。这大半年隔三差五就有人被杀掉。但我告诉你，我不是汉奸。徐南路跟我透露过一些情况，我知道你有苦衷，但是苦衷不是理由。作为我党的烈士子女，更要谨言慎行。你这话说的没道理。那他有没有告诉你，我在暗中资助你们？行了，我不跟你废话了，我就问你，能不能想办法把我妹妹弄出去？我这心里边唯一牵挂的就是我弟弟妹妹。弟弟虽然能惹事儿，但是不会吃亏，可这妹妹不一样，她那性子啊，外柔内刚。对了，
他从小跟你们一起长大，你们把他保护得太好了，他骨子里头就没有退缩忍让，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刚柔并济。我是怕他一旦跟日本人遇上了，会吃亏。他要是走了，我就没顾忌了。国更易舍，惠其必伤。要带立夏走，我需要制定个计划。但是不能跟你去打仗，最好是让他去香港去找他二哥。可是，别跟我说你做不到。他还好吗？他要是走了，会更好。走。来，走了。我要去唱一场天光戏，明早就能回来。人家要求唱6国大封相，所以人呢我都得带去，数着人头收钱。好久没开戏了，都带走吧，这里有我。留下了几个徒弟照顾你师傅，就1晚上，收了钱好给他看病。放心吧，我知道。你师傅病了，脾气反而更大了，万一他醒过来看到你，我会哄着我师傅的。我实在是一定要去盯着，要不然怕钱收不回来。干爹你就放心吧，师傅就交给我了。好多年没有叫过我干爹了。是你把我带到摘星女班的嘛？师傅不让我叫他师傅，我就叫他干妈。能麻烦你帮我买点炭吗？楼下就有。我是谁我不管，你不是负责盯着我的吗？多的钱，请你喝茶了。我盯的人一整天都在双门底的旧书店里，一直到晚上才来吃饭。还有钱买书？不是卖书，他每天带几本书去卖，卖出去了就有钱买米，卖不出去就饿一顿。陈立夏今天上午去买了粮食，然后送到了天台戏院，一直待到了晚上。他师父生病了，他先打电话叫了医生，然后去抓了药，到晚上才回家。六哥，六哥，我们现在都成了给日本人干活的了，整天给他盯着这些人。那你想给谁干活啊？当然，谁给开饷就给谁干呗。可是日本宪兵队也不给咱们开饷啊。那宪兵队不给你开饷，可他拿着你命呢呀。命都没了，你要想有什么用啊？我知道，你们不想给日本人干。说实话，我也不想给日本人干。可这是工作。上级交代下来的任务得完成。是，日本宪兵队不是咱们上级，可人家一张纸条递到省政府，那不还是交代下来咱们去完成吗？那既然已经成定局，何必给自己找这麻烦呢？可是，天天盯着一帮戏子跟画家的烧，
有什么用啊？有什么用？不用咱管。记住了，只要伺候好日本人，咱谁也不会吃亏。弟兄们，知道咱们的阮主任在哪里吗？大丈夫だしな。皆さん、今日は呼ばない。乾杯！乾杯！乾杯！大哥，跟你说一件事儿。明天早上，你师哥会来接你离开广州。他回来了。啊，他不方便露面，这你清楚的。明天早上7点，你去安宁路口陈李记广告牌子下面等着。他怎么会突然来接我？正好有这么个机会嘛。粤海关钟声为号，他们的车会准时经过那儿。那你呢？我留下来替你们守着广州嘛。你去香港找你二哥，有他照顾你，我也比较放心。我想跟我师哥在一起。你会开枪吗？给你把枪，你敢杀人吗？这是弹夹，这是子弹，这样就上膛了。这是扳机，扣动它就可以开枪。来，试试。来。不敢是吧？那就别去连累他，会害死人，害死很多人。去香港等着，不管是等他，还是等我。女排，不对，家在那边，我们走错了，不是这里。我去帮你拿新闻。不用，不。鼻子。不用，走错了。铃木，不是这边，走错了，他在那边。要走了，给爸爸妈妈上炷香吧。这些人是谁？师傅，回去吧。我不要去死了！不要了！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们！你们这帮混蛋！盯梢的人已经懈怠了，一天3班倒，搁谁都受不了。我观察好几回了，到了半夜他们就睡着了，所以明天早上你大摇大摆的走。我走之前想去看一下我师傅，我不放心。应该的，但是你千万别知道
7点钟之前必须赶到那儿。这金条你拿着，我再给你拿点零钱。给。时间不早了，进屋睡觉，养精蓄锐。 我求你了，我求你，我不要了。让我走，让我走！哥，哎，睡不着，你哄我睡吧。哦，行。哎，把这个盖上。 哎呀，我想想啊，小时候爸爸妈妈怎么哄我来着？哦，算了，你别拍我了。你越拍我越睡不着。哥哥笨，哄妹妹都不会。以前呢，找到你和二哥之前，我总想像这个样子，有2个哥哥爱护我，我睡不着觉了就哄我睡觉，还会替我赶蚊子。爸爸妈妈活着的时候啊，特别忙，哪有时间顾得上你啊？哄睡觉、赶蚊子，那都是妈姐干的。我图新鲜，也哄过几次。难怪我对爸爸妈妈印象不深刻。我只记得妈妈穿着戏服的样子，在戏台上可好看了。所以我从小都想唱戏。爸爸妈妈是爱我们的，就是他们太忙了，忙着他们那个共产党的事儿，这你应该能理解呀。我师哥也是这样，以前他整天跟我在一起。后来突然就忙了起来，做了伶人工会的头头，带着人四处奔走。后来神神秘秘的人也找不着了。所以啊，我不想让你走他那条路。金惠荣是做大事的人，哥哥以前不理解，咱没必要给他添乱。咱们自己有手艺，靠手艺吃饭，过好日子不就行了吗？可是现在的日子不太平呀。那都是暂时的，会过去的。什么时候能过去呢？我有时候在想，这日本人会不会跟蚊子一样，吸饱了血就飞走了？他们比蚊子贪，比蚊子狠，但没有蚊子繁殖能力强啊，所以早晚会把他们给消灭掉。
哥哥就不去送你了，我还得进去点灯做饭，让他们以为你在里边。自己一定要小心，千万别耽误了时间。粤海关终生为号。放心。踮着脚尖走。师傅，这是谁干的啊？这是谁干的？师傅，师傅，梁红玉的肋骨还得好好练啊！我练的，师傅，我一定好好练。师傅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。我是不会给日本人唱戏的，我一辈子要练，最后不能让人骂我没气节。越剧角色，正邪中间分得很清楚，正应武生，小武小生，力不演奸细。如果要唱这种下流小调，我宁可解散戏班，也不做有辱华光祖师爷的事。鸡不着腐鼠，可不饮盗泉。明天早上7点，你去安宁路口陈李记广告牌子下面等着。你师哥会来接你离开广州。小梅，抓紧时间给你师傅换装入殓了。我叫了殡仪馆的人，但是干爹一直不开门。那就再等等。你放心，这事儿我一定查清楚。
爹，我给你师傅换好衣服了，剩下的事你费心安排吧。干爹，你该休息休息了。是时候休息了。赶紧叫个小徒弟，跟上你干爹。